你知道全球最貴、最頂級嘅翡翠有邊啲嗎？我哋今日嚟一齊盤點一下。第10名，翡翠帝王綠無視牌，2011年1億350萬成交，拍得者離場後神秘消失。第9名，翡翠帝王綠觀音，價值1億6000萬，被譽為翡翠界藝術品。第8名，芭芭拉克頓翡翠玉珠，2014年蘇富比拍賣價2.14億元，堪稱傳奇。第7名，慈禧贈光水嘅翡翠朝珠，價值2.23億，融合歷史與奢華。第6名，玻璃種大翠手價值1億9250萬。第5名，上海珠寶展3件套，價值2億元，設計奢華至極。第4名，絕代風華翡翠套鏈，由9粒蛋面加200餘粒鑽石組成，價值3億。第3名，帝王綠翡翠長城套鏈，喺第26屆珠寶展展出，價值5600萬歐元，震撼全場。第2名，滿綠送子觀音雕件，價值4.74億，堪稱天價。第1名係超儀之星，史上最大嘅紫羅蘭蛋面，重達9400克拉，價值6個億。